我请大家带来自己想要烤的东西，然后每年都会有带来的人。你的国家会过中秋节吗？完全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当然不知道。我们没有，我们不知道中秋节，我们不过的，不知道。台湾的时候就是一直我听中秋节，多米尼加人不过。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中秋节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在美国我们没有这个东西，我是刚好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才有过这个日子，好好玩。不太有名啊，所以我来台湾的时候我很压力啦。台湾这么热闹，会，我们会吃汤圆。汤圆抹吉吗？蛋糕是什么？蛋糕，用汉字写的话应该是团子，一般的米做的马奇，没有味道的。我们捏一捏，一边看月亮一边吃团子。有啊，但是跟台湾过的方式有点不一样。韩国中秋节都会吃那个有一个叫葱片，也是一个年糕类的，然后是甜的，然后大家都聚在一起祭祀祖先，拜完大家一起吃饭，对，所以有一点差别。你知道中秋节台湾人会吃什么吗？那你月饼柚子，这个月饼柚子，月饼和柚子，然后烤肉，烤肉喝啤酒。当然是要烤肉啊，然后吃月饼啊，还有柚子啊，把那个皮切开来，然后当做一个帽子啊。当然要吃鱼啊，很多水果，然后吃蛋糕。对 ，barbecue 我忘了 当然 barbecue 最重要的我忘了。One more time 哦。好。那你知道在台湾中秋节要吃什么吗？要吃鱼，要吃蛋糕。波兰人的坚持，台湾过中秋最有印象的是，出门就看到很多人都在 barbecue， 我觉得你走路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有 barbecue 的味道。爸爸的演技日常，小小的马路上，外面一大堆人在烤肉，对，看到这个。太奇了，不会。对，没有。路边烤肉，在波兰不能，我们的法律不让路边有火。那这样我们就要记得了，不能去波兰烤肉，不然会被抓起来。那时候我在台大当交换生，然后我们从宿舍走到河滨公园，台湾的同学还有外国的同学就一起烤肉吃饭，这样那个气氛很特别。虽然我们是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大家就一起出来享受一下这个节日。第一次在台湾过中秋节的那个时候吧，在台湾都没有家人啊，只有朋友嘛。台湾人真的很热情，他们都说，哎，你是韩国人，你没有办法回家，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我家猫会后空翻。刚开始以为是客套话，结果他们是真的很热情，是真心话。然后大家一起烤肉，我朋友的家人都很热情，他们完全不会排外。我最喜欢台湾这个点，看到中秋节就知道台湾人多热情。台湾中秋烤肉的体验如何？很爽，跟其他的朋友们在那个屋顶或者是顶楼什么的就可以去烤肉。他们烤了一整个晚上到凌晨10点。我们每年呢跟泰国打鼓的朋友们一起烤肉，我请大家带来自己想要烤的东西，然后每年都会有带来吐司的人。错了吗？对，台湾真的很特别。美国人如果是烤肉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人一大块，可能是牛排啊，或是一个很大的汉堡。但是在台湾烤肉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很多可能小片的肉啊，然后素菜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。烤麻糬也超好吃的对，年糕。然后第一次去烤肉，有看到吐司放在烤肉架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烤吐司真的是不一样，因为你去菲律宾哦，完全都没有看到菜类的可以烤。第一次烤肉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 broccoli 蘑菇、四季豆，我想为什么这个都可以烤肉？我们不是烤肉是肉吗？为什么有菜类？真的是吓到。你知道吐司也可以烤吗？不知道
我的朋友在日月潭附近一起露营，一起烤肉。可是你们也烤菜，烤菜很奇怪，在波兰我们不烤菜，我们只烤肉，然后烤鱼，所以这个是波兰和台湾的差别，很好玩。中秋节快乐，台湾！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! Szczęśliwego Festiwalu Księżycowego! 中秋节快乐! Feliz Festival de Otoño!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！여러분 추석 잘 보내십시오. 中秋节快乐 ！Feliz Festival de la Luna！ 大家好，我是克隆，中秋节快乐 Happy Moon Festival, everyone！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新年お月見しましょう！